多謝主席，尊敬嘅行政長官閣下。本澳人口嘅老齡化咧係帶嚟咗一定嘅挑戰嘅。我哋都見到咧，施政報告裏面都提及要加強我哋長者嘅生活支援啦，完善長者一個綜合服務嘅需要。咁我哋對特區政府推動呢個健康老齡化嘅政策方向咧係表示支持嘅。咁都期望能夠建立一個以社區為基礎、科技為輔助，兼具咗預防性同埋人民關懷嘅一個養老服務嘅模式，切實咁樣去提升到我哋長者群體個健康嘅福祉。咁當前呢，我哋長者群體係面臨住一啲慢性病管理啊、心理健康、獨居安全、認知能力下降、多重用藥安全等等多種嘅醫療問題。咁對我哋澳門嘅醫療服務體系呢，係提出咗一個更高嘅要求。咁然而一個傳統嘅服務模式喺呢啲精準性、及時性同埋覆蓋範圍呢啲方面呢，都可能係存在一啲局限嘅。咁今個月初啦，衛健委都發布咗一個人工智能加醫療衛生應用發展嘅一個意見。所以隨住人工智能嘅技術嘅快速發展，我哋見到喺創新社區養老服務嘅一個可能性。呢啲技術其實可以應用喺一個疾病嘅早期篩查同埋預防啊、慢性病用藥管理啊、跌倒監測啊、智慧康復支持等等呢一啲場景，其實係有助我哋澳門呢去構建一個更加主動、更加精準、更加高效嘅一個養老服務環境。因此，我想請教長官閣下，喺建設幸福澳門嘅一個施政嘅願景底下，會唔會考慮係有一個跨部門嘅協作機制，整合一個公私營嘅醫療資源，培養一啲複合型嘅人才，去就推動呢個人工智能技術喺社區養老領域嘅應用呢，進行一個調研規劃，以推動實現呢個健康老齡化嘅目標呢？多謝。多謝黃議員提出呢個智慧養老嘅問題。係啊，大家都面對澳門老齡化社會。下一階段呢，有個長者服務10年行動規劃同埋相關嘅措施，會積極去考慮你嗰個建議。響競選400人嗰個大會裏邊呢，有一位即係唔知係街總係提出一個就係一個平台，我印象深刻，就係點樣共用一個平台，智慧一個平台咧，協助大家社會服務。包括智慧養老一樣，係大家知道，而家科技真係做得到，應該係，即係睇下柯南司長嗰度可以考慮下，我哋可以協助搭建嗰個平台，唔同嘅，比如養老嘅老人家嘅一個平台，托兒所嘅一個平台，而家幼稚園有㗎啦，係嘛？教青局嗰度已經有㗎啦，報名啊，幼稚園全部有㗎啦，所以呢。養老智慧養老呢方面呢，亦都希望科技界嘅議員呢，你各行各業咧，大家一齊去喺下一階段嘅長者服務10年行動計劃同埋措施裏邊呢，要推動呢方面喺社區裏邊運用，能夠呢智慧科技啊嗰方面咧結合唔同嘅階層嘅需要，慢性病嘅篩查也好，嗰啲長者嘅即係嗰個嘅活動啊、安排啊，即係有啲協助噶嘛。你哋有啲即係點樣去交往啊？去社區裏邊嘅聯動啊，呢方面都可以推進。點樣打造一個長者嗰個服務圈出嚟呢？係通過嗰個規劃啊，同環境配合起上嚟，唔同社區裏邊嘅老人。佢哋居住分佈都可能唔同，需要可能唔同。我相信真係唔同區域喎。如果石排灣嗰邊嗰啲公屋裏邊嘅老人家嘅需要，同北區裏邊個區域嘅需要，下環裏邊嗰啲需要，可能會因為佢個群體可能唔同嘅。所以咧，智慧養老咧，智慧呢方面點樣喺現代科技裏邊協助，係希望大家亦都係下個10年嘅長者規劃裏邊去一齊去研究。同埋分享，政府可以做得多啲呢方面，好啊，多謝你嘅意見。